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0，箴言4章18到19節安尼講：獨獨義人的路，親像透早的光，愈照愈光，到日中晝；歹人的路，親像烏暗，因着得毋知啥物緣故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行義人的路，親像透早的光的天白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用慈愛扶持阮，用恩典壓榨阮，用慈悲憐憫阮，會全能至權上帝。主啊，你會疼痛臨在佇屬你的百姓，你的信實建立到萬世代。主啊，阮感謝你每日的保守甲看顧，佇阮軟弱的時，你賜下開力；佇失迷時，你用真理引帶阮。阮要感謝你無煞，主啊，佇黑暗中，你成做阮的亮光，你的作為奇妙偉大，你的智慧遠過諸天，你的憐憫永遠無煞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遠離歹人的路，互阮學習你的寬恕，行佇公義甲正直的中間，互阮通有你的光照，來行佇義人的路，親像透早的光，通哪照哪光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